今日中昼台北市博爱地区总统府附近呢，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，伊骑脚踏车和过路人发生口角，下来杀去，甚至是举刀啊出来共恐吓，一直到这警方赶来到现场了后，要求伊把刀啊拼掉，伊才拼掉的。这个查甫人是辩解讲，早证实刀啊是为了要防身，那警方也依照恐吓为安罪嫌移送法办。 互警方包围，牙签高度戒备都惊出现意外。关键的查甫人把当家举刀，引起现场的惊吓。放旁边，你先放旁边啦。支援警力到场，也当抢盾牌封闭，甲嫌犯对立8分钟了后，总算将人制服。警卫叫他说：“你刀子放下，刀子放下。”他有放下，他后来又有捡起来，心理上紧张啦。后来那个警察就过来了，那个可能是快打部队还是什么。 对立周边，就伫博爱地区，外总统府20多岁姓张的查甫人13中昼在电话，将脚踏车骑就人行道，因为骑车铃，引起行人不满，2个人都爬起来，伊说落来提出刀啊，做样会刀啊恐吓，经过警方到场解吓，伊才将刀啊单掉。 为什么要提审？知道是想伤害路人吗？红掠嫌犯无前科，随身查战术刀啊，辩讲用地防身，自认无犯罪，要要求申请提审。经过警方审问了后，方以涉嫌恐吓为安罪以上。另外，互相相拍的部分，双方都无提过。警方后手会以社违法裁处。经员警到场喝令张明将刀放下，张明遂将刀卸丢弃。现场由接受所员警逮捕后，带反所侦办。 有关张明携带刀械部分，将以恐吓为安罪侦办。博爱地区维安邮警部因为案发地点无固定警力驻守，平时拢靠警员巡逻。这摆协报了的5分钟，紧急出动20多人到场，结束这场惊魂。用过警力的相关部署也引起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